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啊！咱大义礼拜部分哦，准备开始哦，请大家准备心来敬拜上帝。
若是时要到，现今就是真心敬拜的，要用神用真实敬拜爸，因为爸是爱即户人敬拜伊。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实来敬拜。以上，请大家起立来同心来念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咱一声来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后代，对杂主玛利亚出世。伊本中必然来受苦，定是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讲话，就天打坐伫全能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共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过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是大家三角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也是大权能永活的上帝。感谢你的引带甲保护，阮经过一礼拜久的平安甲顺利。以这个新的主日，大家要做伙伫你的圣殿，要用吟诗敬拜你来感谢你，恳求圣神降临伫阮的同在，开阮的心门，互阮专心虔诚来敬拜你。亲爱的主，你嘛知影阮的软弱，常常放纵家己的私欲，去做罪的路步，夸口家己的才能，常常袂记所有一切拢是天父小赐赐的，甲无知的小可了解，当作是全部的智慧。全能的爸上帝，求你怜悯阮，救阮脱离这罪的偷绑。伫你的听内面，咱有盼望。我们生活中拄着忧伤、痛苦、流目屎的事，你会用你的话来安慰阮，互阮有力量，无惊吓。要将你的话记伫阮的心中，真做生活中随时的帮助。教会中若有身体欠安、行动不便、破病的人，求主医治伊，互因得到健康。若有出外伫国外的人，也求主赐伊平安。为着教会的事工来祈祷，求主互阮有满满的智慧甲力量来互主用。只是也为着教会会使诚侪有一个见证，恩典满满的活命教会，伫社区中来荣耀上帝。咱即时嘛为着阮国家来代祷，想想阮国家的执政者甲官员有够野的能力来管理这个国家。即是愿主圣灵降临阮的中间，互你的话会使透过蔡长老的喙，互讲的甲听的拢会得到利益。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即是要请圣歌队来带咱来阿罗上帝，歌词印伫周报头一页下底。
即是咱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7章第1节到第3节。台语汉语本的新约部分是127页，现着我来读。耶稣讲遮个，就交目向天讲：爸啊，时到啦，愿意应光你的囝，通互囝应光你，亲像你捌互囝有权治理有竟有肉体的，爸互伊将永活赏赐记纳你所互伊的人。即个永活就是捌你，独一真的上帝，甲你所赐的耶稣基督。以上，即是要请蔡长老来讲道，伊的题目是信耶稣得永生。请咱大家来祈祷，万主，我真感谢你，做看给你祝福，看顾每一个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将你对圣神来听，管压到每一个人的心上，互阮的心中充满着主你的听，真平安，所杂念消除，互做你的恩典照光伫阮每一个人内底，讲的、听的，得着上帝你的纪念，安尼祈祷。用这所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两位平安，请甲准备个表，用心嘿，咱较正观的哦吼。讲一句平安，平安嘞！你心来甲因祝福，上帝恩典就该做的。你来看，咱今日写节吼，安尼来遐行呢，弟弟嘛吼，行，算应该是。大哥早个来，站起来给我们看一下哈，好高兴啊！你也看到因来，爱当陪你写者吼。我感觉你写者即摆面啊开始有较好看，当然是嘛毋甘啦吼。当时咱嘛是少年，两个咱嘛是地球天国甲天堂的天国，小共款拢是天国啊。我大三到做伙，咱有看到咱大师画家今仔日吼，咱的嘛就来啊，咱谢面上吼，逐日咧思念因某。你莫甲我背一个啦，就是伊定定嘛讲咧思念因某啊，嘿，你家去看吼。我个是今日感觉足欢喜的，因为今日吼，咱有主咧看人嘅征兆无？我今日思念迄个征兆吼，心足欢喜的呢，迄叫要做大家啊，这做对。咱每一个人是真欢喜，伫遮三角咧做伙啊，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永远活。今日咱有一个兄弟来讲，咱们听说咧哦，我心足感动。一只羊羔要倒来到咱朝内，迄是偌欢喜的代志咧！天堂开门，分扫角伫遮咧等，伫遮咧欢喜。信耶稣得到永远活，信耶稣得到平安。咱上常常看到即句话，尤其是电话条，都常常斗啥？信耶稣会得到永远活，信耶稣得永生。咱来搁一遍咧想讲永生的意义啊，啥物叫做永远活？咱用无同款的角度，咱要来看啥物叫做永远活？就约翰福音甲咱讲的啊，你把死亡看病，既然有血气的，毋通会记一咯，你会记一咯。咱每一个有血气的是上帝将他的生气分一口气，上帝的灵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中，所以咱来受圣神啊，爱圣灵爱伫咱的心中，圣灵要在我们的心中啊。我们充满着圣灵的喜乐，我们信耶稣才有它的意义，因为他讲什么？将永生、将永远活赐予伊所要享受的人，你要接受啊！这你恩典来，你要接受啊！咱来看第一条吼，常常打啥物？啊，是咱内面讲信耶稣得永生，咱顶面捌讲过，迄个风吹落比信耶稣得水牛。得水牛，因来礼拜堂是着得水牛，因若真正来信主得着水牛，我负责太福者。这是罗欢喜的讲书啊！那有等下看到啥物呢？挑剔较用我听耶，得永生。可是我们很高兴啊。其实咱足侪物件吼，虽然讲咱敢若半生笑，但是有当时啊，这项你看到电话条的物件，你会得到真大感动。信耶稣啊，得永生叫早起来变，信耶稣得越难信仰。这是咱嘛无否认啊，信耶稣得永生，有人得到利益无？有啊。这个人啊，蔡启峰以前立委，伊囝即嘛做立委，蔡依瑜。伊人遐说咧呢，伊安怎？
伊着癌，啊去手术，啊伊想讲生命无偌久，啊拄啊救护车甲载时，伊就看到电话条，电话条写啥？信耶稣得永生。伊讲安尼，我卖啥手术嘞？先甲我带来领洗咧。到即阵手术了吼，伊要来90年。安尼规个安尼面安欢喜甲啦！伊讲我毋知信了所遮好。我以前想讲要手术安尼讲奇怪，啥太伫我的心就会着感啊！我足毋甘愿咧，结果一个看到信了所顶先了洗礼了吼，欢喜甲啦！前总统陈水扁咧甲访问的时阵，讲你才去信主，我就看到电话条，讲信了所顶先，我心转足平安呢。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一个小举动有可能你分团多少人10个中间99个甲你弱单掉。总是一个，甲你捡起来就好啊！信了所顶就用我啊！那个最近足趣味的，我拄一边下班倒来，差不多要7点啊，都看到民视的咧报道，这报道足趣味的这我看自台湾开国以来毋捌发生的代志。迄椅啊迄伫迄个大家迄个讲因拄仔踢骹球，落椅啊！今日真济就是无来以前进行就是惊迄个蔡英文嘛是坐伫遐。有人替伊担当啦，迄个新娘带囡仔就坐伫遐，转毋知影若是瞬间一个大风来就透我规个迄个坐椅拢总变过呢，迄无简单呢，迄看爱偌大个力呢，讲听讲是飞起来，等个摔落。我就看迄个新闻我用了，你看迄阵迄拢是电视报出来，拢是电视我随带互迄个新娘节，我讲哎呀，你有安怎无？结果伊传一个来互我感觉足感动的。咱在座每一个人咱讲落尾做大声，咱每一个拢信主足久的呢。总是伊咧互我讲一句啥话呢？感谢上帝。一般的人本来想讲你是做过法官，你做监察委员我甲你讲，你会替我去政府争取，足不平的，你会甲伊骂，你会甲伊处罚，你会甲伊啥物？当然，我感觉这政府爱去解决，国家赔偿也应该的，该有的权利。总是讲啥？感谢上帝啦，好佳哉，互我受伤无足重的。一般的人阮常常咧处理代志，看车祸其实根本都连弄着都无弄着，拢要带病院带1礼拜，谈请求赔偿足济。人无啦，我欣赏尔。然后伊佫讲一句话啥呢？伊敢若希望啥？希望咱遮以后遮运动的设备会当用较好咧。毋是就家己或者运动设备用较好，以后莫佫发生遮个代志，即马改做固定啊。这是一个人的信心嘛，伊来信了所了，伊得永远我迄个永远第三生命，伊得着欢喜嘛，对无？圣灵节生命就充实嘛。所以你即摆你讲的时阵，伊啊遇着患难，遇着足艰苦，我心会当得着足平安，感谢主。逆境感谢，顺境感谢，顺境你当然足够感谢，到底无问题嘛。上帝你我赚足侪钱，感谢主上帝你我足平安咧，感谢主上帝你我所有人着COVID-19我拢无，感谢主无逆境爱去感谢。做你互我一个操练，这样代志总是像迄个小波仔讲因兜调查头，伊就讲感谢主。恁兜调查头咧感谢主，讲好佳哉伊会来偷体，就表示阮兜便宜较有。我重要代志无叫偷体去，感谢主。我人好佳哉无倒来，无我落倒来看到犯罪甲刣死，感谢主。调查头感谢主呢。所以每一件代志时，咱先用感谢的心，咱来看永生的意义、永远活的意义。我这有写一个讲上主入讲道有无？其实这是第3遍啊，这第3遍啊。咱就是讲你睇一直重复。我感觉这是足基本的物件，啥物叫做永远活？啥物叫做顶头生？信耶稣，想特别来信耶稣，免人捌上帝。因为我的时阵有甲咱讲咱是要到迄个新天新地，迄个黄金地迄个好巴菜农，大家拢三甲做伙，迄个足水的所在迄是永远活的。咱的人生毋是讲出世到死亡叫做人生呢，咱人生是对出世到永远活。迄才叫做人生咱人生是源源不绝，看你死后要去倒位，继续你的活的生命，你死后继续你欢喜的生命，这个是永远活。所以咱一直咧讲永远活的时阵，咱有丰盛的生命会使着丰盛的应许你的生命感觉，佮艰苦时嘛感觉我有人谈落心足饱足的，咱互咱感觉使有喜乐你佮拄着艰苦时，我感觉感谢主。
永远喜乐。基督徒有一个足明显的标志，对逐日拢台语叫做痛痛啊，每天都很高兴。我在这边也曾经问人家问我说：“你最近好像受到很多的挫折，连报纸对你都不友善。”我说：“我很高兴啊，谢谢啊。”这样的话，我才知道说我自己要赶快看到记者就躲起来。反正我现在都躲着，什么事情我都不要见报，办大的我也不要见报。而且信耶稣什么？为什么会有永生？希望他永远哇，因为你是真平安的生命啊！那咱早开始的时候讲平安啊，写落嘛，这平安是真正祝福呢，心足快乐叫做平安呢。平安是互咱感觉讲是足宝贵的物件呢。咱若逐日平安的时阵，咱的心就感觉会更足快乐的啊！那是一个全新的生命呢。所以咱常常这个哥林多后书5章14节，咱无背啊足熟的。然后呢，基督内底对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已经过去啊，拢变成新的，都是新造的人呢。我们在基督里面啊，哎呦，神同在的生的同哦，迄日袂记拍出来哈，袂记你家摇就好啊。那么上帝给咱三个直个生命呢，一切用上帝做阳光。我食到要70岁，我拢感觉我这世人对上帝伫头前替我带路。有一步好啊，我也免领受，但是一步好，上帝拢叫我三个直地。我的心灵叫安尼吹起来，啊，佮落落来吼，讲轻松，我嘛足欢喜的。伊感谢主，我嘛足感谢主。哦，咱看到足侪兄弟姊妹，咱开始要来领洗礼，要来求群主，要伫主的面前接纳主。哦，你嘛感觉讲袂要紧，搁较付出偌济，我嘛感觉这是足快乐的代志啊。咱看到丽霞姐，我本来嘛是足毋甘的，还搁咧甲会我讲啊，你人较好吼，啊你定定去看丽霞姐一下，看到伊家己因这亲人来陪伊，那么我足欢喜的呢。啊，你嘛听着讲阮阿姨吼，我先甲你预告一下哈，阮阿姨可能要搬厝啊，要搬去因兜啊。恁做哩去遐走头袂要紧，迄因家迄个豪宅吼，就是门禁森严。啊，若去到即么大迄个所在吼，袂要紧，迄客厅诚阔，啊，因兜拢足侪物件呢，你免烦恼，因平时拢放物件，恁吼做理解，那足欢喜的代志嘛。上帝叫咱三个弟弟足欢喜的嘛，所以上帝是用地上土粉做人的时阵，讲哪分一口气的。咱每一个人拢有圣性，叫咱三个弟弟是你要接受无啊？那是有灵的活人呢，有灵的佛人呢，这是通逐日骄傲，通逐日。咱逐个学乐的啊！我最近听到真侪兄弟姊妹甲我讲，咱 COVID-19 有个人是有，你即去夜市啊吼，即摆夜市啊，即有灯会，听讲较侪人。哦，以前夜市啊吼，规个拢大出来出租，吼，一大堆人生意足歹。总是我所听到足侪兄弟姊妹甲我讲，毋通呢，我即摆生意安尼做袂了，足欢喜的。做袂，但是伊嘛来礼拜，敬拜上帝，家生意趁大钱，无冲突啊！若无冲突，这上帝所欢喜的啊！富足袂带任何的忧虑，上帝互你富足，总是没有带任何的忧虑，你会欢喜啊！你会当来做真侪善事啊！所以上帝互咱甲讲的时候，上帝对摩西讲啥？我是自有永有，我是永远的。所以什么叫做永远我？无尽头的呢？你讲啊，我的生命都永从70岁。我的生命70岁，若是永从通到80岁，伊经过我就飞去。我讲好，迄视频来改啊，啊无已经够啊呢。伊放到70岁，我嘛已经够啊。袂要紧啦，生命在你上帝我。有当时讲你有当时他会讲到定定咧讲，即个人一般拢足欠算的，咱记到有啥物欠算？但是嘛活足快乐的，无任何欠算啊。我话真凭做也足较快乐咧。虽然讲你4月初九嘛足快乐的，但是我嘛凭你两个较快乐。每一个人拢足快乐的，伊上帝对摩西讲，伊是自由永有的上帝造万物，照伊的时伫传道书3章11节，咱听到传道书3章第1节开始讲，生有时，死有时啦，灾前有时，辈出灾前有时咧讲的时阵，第11节特别甲咱讲啥？上帝创造万物，互伊真做美好。你要注意读创世纪，对第1章开始，上帝所创造拢讲一句话。上帝所创造的都好，对人讲，上帝所创造的，你甲看迄个，如果看言论是特别好。咱叫上帝形象所创造，上帝本伊的性情本伫咱的心内是特别好啊，特别好的啊，不分大小拢特别好。
所以上帝将咱永远的活命伫安置咱世间人的心，咱来看后壁搁写啥？总是上帝安怎安排，咱袂当测度啊。我们不知道上帝怎么安排呀、可是那个有重要吗？那个其实后面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有上帝的灵在我们的里面，那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免那太那啲就永远我，哦，咱是毋是爱去祭改？啊，是毋是爱去叫牧师特别提钱去叫牧师替你安尼祈祷？其实祈祷教一部好处，绝对没有任何敛财。今仔日若讲蔡某某甲你讲，你若要吼天堂较大位咧吼，你要得到安尼愈好的性命吼，你摕50万来，我替你安尼祈祷倒咧吼，好，你就足平安咧。迄绝对是假。我甲你强调一遍哈，基督教是传福音，互人免开钱得到快乐。那假使我用钱来买，迄拢毋是叫做快乐。你爱甲我安尼改运啦，所以我摕足侪钱的来甲我安怎改运，甲我超度有诶无诶，我会当庇荫家孙。咱这都有树葬啊，有花葬啊。安尼有看风水无？若要用风水来讲，我嘛感觉讲，我嘛感觉药丁吼，迄个所在足水诶呢。遐看起安尼山吼，迄我讲若讲风水上好，遐风水嘛足好。我看吼，老一日吼，我看咧加有闲，逐个隔壁小找坐一个。叫涂西头个逐位嘛足水，逐个风景嘛足水。免我伫咧用我，其实有两项代志。先甲咱讲吼，捌即个独一的真神啦，捌上帝啦，这是永远活啦。我捌耶稣，我捌上帝，上帝是对。上帝啊，你睇拢无假信，你毋是讲定定牧师拢讲上帝啊，甲你讲话啊，我都拢上帝他拢无甲你讲话。那圣灵甲你讲话，啊，你按照你的心啊，有听上帝甲你讲话啊。我伫个永远我有两个条件，有个途径，迄个路途是安怎？这是上帝啊！你先入捌上帝，你入捌耶稣，安尼就得到永远我。先甲你讲足简单的啊！免咱入捌上帝，咱免咱入捌上帝。这本圣经啊，圣经对头到尾，你来甲读的时阵，就发觉讲，足奇妙的啊！你讲啊，你应该小可有学问的人，你才会相信甲一本册安尼，写几千年、写1600年的册，你要相信？我当然相信啊！这内面找无下事啊！每一项事拢应验啊！真正袂应验，就是以后咱去天堂就知啊！连上奇妙迄个天文，迄个违反自然、违反世界、违反迄个定律的，伫圣经内面拢有啊！所以我顶面咧讲咱咧防疫，它有啥物防疫？圣经内面甲你写生命利未记就写足清楚个啊，生命记嘛有写啊，叫你喏。什么隔离7到14天啦、要戴口罩啦，人与人要保持社交距离，老早圣经拢写了啊。所以圣经是非常宝贵的册呢。所以咱透过圣经，咱会当入捌上帝要甲咱讲啥物。你若真正捌上帝人，你会谦卑，你会吞忍就国语就是忍耐。你会凡事感谢，凡事祷告，在神的面前，你都是神所喜悦的。这就是咱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爱知，因为爱捌这个圣经啊。那个看这个大地，你讲你若看这个大地，有可能无上帝哦？若无上帝吼，我讲迄地球圆啊，洗过你全剥落好，是地人长效，怎有地人？前天哦，阮太太足敏感的吼，阮太太迄甲我讲，地动啦，我跳伫骹即个，再开始住喺啲眠床啊，甲弄咧吼，我无啦，我骹咧叮当啊。伤久啦吼，即面地人敢若足久诶，偏无啥会过吼。伊就无拢是一困仔尔，拢讲无啦，我咧摇眠床诶，莫因为阮太太足惊地动诶，我惊叫撞碎咧吼。阮太太吼，你看做小学老师的画地动，小朋友赶快躲在桌子底下，爱家己走去操场啊。所以相对我拢觉得好奇怪，我较用一步去袂叮当啦，无偌大啦，就起来咧，足久诶啦。若无上帝，咱敢有可能伫遮生存啊？咱逐日咧啉水，咱逐日咧吸空气，有甲你收钱无？水有啦吼，水是我经过测试，空气拢无钱呢。你个想闹一日上帝甲你讲好啦，你拢无相信我，今仔日就好，一日我转空气莫互恁，一日就好。
空气莫互恁，水是会使，冻一日无地，那一日无空气，咱今日要坐到遮做礼拜啊啦。大家拢开始咧做活即个审判啦，毋是天堂就地狱啊。咱来珍惜啊！咱对这大自然地，咱相信讲，哎呀，对大自然捌上帝，上帝所创造拢是真水啊。那么在伫真水的中间，咱更较爱珍惜啊。过来，咱对上帝有信心嘛？那有当时对上帝无信心，你看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啊，迄就是无信心的表现啦。伊太大旷野爱流浪40冬，就是要甲因训练、操练，互因变一个足敬畏上帝的人。无足够埋怨的呢，那有当时嘛足够埋怨的呢。哎呦，妈妈你逐日较当煮即落菜，我今仔食高丽菜，明仔食高丽菜，后日食高丽菜，落后日嘛是高丽菜，因为高丽菜即多长熟。好，阮太太来做泡菜吼，会歹势去讲伊歹代志。阮太太做泡菜，拢会叫我生气一样。我捌连续食2个月泡菜，食个迄个泡菜好食，拢会上水。啊，但是安怎呢？咱有啥物通埋怨？有通食就足欢喜的，你会去看迄个，我下早有讲爱斯基摩人，迄连物件都无通食，因的生存的目的是为着食物件。那吼，咱即马食物件对咱来讲吼，是拢足小事的。即个时代吼，要请人食饭足学的呢，毋是讲大声话吼，要请我食饭足学的。足侪去哦，甲你你敢若食即个来食是，我得到爱乡的姊妹食饭时，咱遮袂使用讲爱餐嘛，所以咱已经对后礼拜开始，咱嘛是准备爱餐。啊，互逐个摕对食，啊，若无吼去顶悬，2、3楼都无属伫咱教会啊，食物件可能较袂要紧啊。咱伫遮咧做礼拜，因为规定袂使食，咱嘛是爱照规定啊。但是上帝是安怎？咱对这大自然创造中间，咱要对上帝有信心啦。咱要入摆上帝时，要对上帝有信心，因为伊是咱阿爸爸。我即句话我听人讲啊，天大地大，阿爸爸上大，有啥物通烦恼？人的真梦是上帝起头啊，我感觉拢无法度啊。上帝伫你的边啊。伊咧安慰你，伊互你做靠山，目靠就是上帝啊！有上帝当做你的靠山，你有啥物通惊遐呢？第2项你还捌耶稣啊？约翰3章30甲咱讲，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间，让信他的人不至沉沦，反得永生。上帝疼世间人，疼到安尼，伊将伊的独生子赐予世间人。我记得信的人袂沉沦，会得到永远活。伊疼，迄句话讲啥？伊疼世间到安尼，他爱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到这种地步。叫你牺牲你家己的囡仔的时候，你会挣扎啊！阮遮细只高山啊，即摆拢叫阮做伙困哦。我特别若看伊困的时候，哇！即个天使吼，啊，无水球网甲定着啦。迄毋是阮的哦，迄是伫因老母遐困叫定的哦，迄交阮无关系哦，迄爱骂因老母哦。啊，阮咧无法度，阮咧，迄油烟吼，顶着就碎一粒安尼，哦，看着足毋甘的。我是上帝嘛，看咱嘛足毋甘的呢。咱是上帝囝儿女哦，伊看咱会毋甘的。哎哟，某人啊，我遮疼你，啊，你呾无啥要插我啊？上帝常常咧甲咱呼召的，某人。哎呀，上帝无闲啦，我有闲得来啦。啊，上帝安怎啦？啊，我爱补习啦，我爱带囡仔，我爱啥物？上帝咧看你的。上帝喜欢你，上帝用那种爱加你去阵。咱下早来做礼拜时阵吼，迄个阮算阿叔的孙啊，嘛是来做，嘛是来做礼拜。所以阮恁孙今仔有来做礼拜，透早就来啊。但是吼，伊一个特色，足少人吼，我咧共打招呼，无人无咧插我，因孙拢无爱插我，我咧共打招呼都毋插我。啊，人尾也有哦，尾啊，有人甲举起下手。总是上帝疼世间人，对这样事来讲，咱每一人爱搁较大牺牲。那么对不对？上帝计划啊，上帝写在计划，因为人已经无当得到救赎。自当时天破起40日落大雨了后，人类继续咧犯罪。上帝讲用星做记号，用彩虹做记号，他不再毁灭人类，不是说不会再毁灭人类，而是以后的审判之前。不再毁灭人类，不再用水毁灭人类。可见上帝以前都是用水在毁灭人类，但是相对的，上帝伊的计划啊，伊的目的是要安怎？互咱当得到生命，而且得到更较丰盛的生命。上帝互咱每一个人信耶稣，咱信耶稣会当得到救赎啊。讲伫信耶稣的中间，咱每一个人若有耶稣的救赎，咱会当接受、相信，就得到救啊。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就得到救。
我今日小可咧开快车吼，因为我感觉一个故事，我足早就想要讲，但足长诶。所以今日开快车哈，信耶稣得到永远活的荣光啊，它是一个荣耀诶。信耶稣对我们是一种荣耀诶。耶稣说了这话说：“父啊，时候到了，你儿子得到荣耀的时候到了。”一个人向顶是准备要用顶十字架的人，竟然讲：“啊，我的时间到啊！哈，这是荣光的代志。”你敢若讲事先我要抓去枪毙哦，都足快乐的。但是耶稣无犯罪，互判死刑，为安那？为着要洗咱的罪啊！咱信耶稣得着永光活，人的生命就活出耶稣的荣光啊！那叫做基督徒的香味啊！我嘛对信仰的心情，我发觉讲，啊，伊即马接受耶稣了，啊，无伊袂讲当着代志讲，啊，感谢上帝。迄个我讲，这政府咧做啥工作咧？伊啊咧乱用，这拢无咧注意。感谢上帝，万凡事感谢上帝，会当得到永光，会当得到咱入面上帝。所以顶十字架受凌辱、受捆搭、受批判的时阵，那么啦，了耶稣会当永光上帝。经过这个过程的中间，伊才会当替咱担当咱的罪啦。所以十字架天朝的记号，真做荣光啦。虽然是天朝，真做荣光，那么得到荣光，要得到宽便，照上帝意思啊，上帝甲咱讲啊，我小事恁宽便，互你去传福音。无一个人，这个平安归互恁；有一个人得到上帝更较大的祝福。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啊！所以咱每一个人吼，有当时啊。我十字架放伫边啊，耶稣甲放伫边啊。咱逐人莫去拄教导讲，上对上世到上大，咱拢爱认捌即个上帝。上帝咧赦免咱的罪，无去再纪念咱的罪恶。所以咱爱安怎呢？咱去做一样代志。即个活吼，咱来先去边啊，互耶稣自居首位。十字架来自居首位，这是上重要的代志。咱每人伫上帝面前，只爱自居首位。我甲恁要讲这样代志，人生最大的惩罚就是互相伤害。信上帝的人会当赦免人，互相吞吞。上帝永光伫你内底，你才能得到利益。一对翁仔某足三疼，伊妈妈伫床骹，伊才是讲妈妈伫床骹是足可怜的吼，甲伊一日无伴，咱甲接来。饲来大好无？咱的房间都还阁有剩一间咧。伊讲好啊好啊，因太太嘛是足明理啊，就有到家，足好，妈妈甲接来。妈妈接来的时阵吼，迄老大人咧洗碗吼。啊，免，你去休困，我差你做新妇足忝，伊足有疼死命啦。迄妈妈嘛足有疼死，你去休困，我来替你洗。因为咱是庄脚人吼，毋甘用洗碗精，用遮贵，所以我咧水冲洗咧。油嘛吼，你也知影皮仔若食饭饱拢油，因新妇拢等半暝，逐去困，佮偷走起来，偷洗碗，甲洗好较清气。一日多咧洗去哦，因大家起来就袂做看着讲，选介老师讲新妇看我无去，我洗碗伊拢无同意，伊佮另外定洗。伊新妇本来无即个意思，毋知用起来偷洗。两个开始小可都有迄个起入，两个互相迄个婆媳之间的开始小可有一些过节。有一日，伊妈妈讲：“你拢无咧煮早顿，因为伊是一个舞蹈老师，拢爱跳我足暗的，所以讲伊拢足晚倒来，逐日拢足忝的，所以拢足晚起床的。因讲就拢做新妇的，我咧做早顿，你紧来做早顿，你毋做哦，毋做我来做。因婆婆就早顿做咧，煮了早餐，因先生就讲：哎呦，妈妈，咱都煮早餐吼。”你较早起来来食早餐一个。伊讲好啊，伊就起床啊，小可简单洗一个喙啊，要去食早顿，食一喙，总变数，你错。因婆婆气着啊，全规个碗盘摔个破，我做的物件遮尔歹食上，互你看到物件你就吐，足生气的。即个就。做新妇的人就讲，无今仔吼，住厝里气若真歹。虽然下昼来上班，我透早就来上班啊，着透早就去公司啊。公司上班到一半的时阵吼，接到电话啦。恁大家出车祸诶，伫病院诶，听讲得要死啊！即个哦，倒是病院，紧撞去，哇！因大家已经倒伫遐，已经不省人事啊。因先去看到伊。妈妈煮的物件真正真歹食哦！你要吐嘛去别位吐，
无偌久因婆婆过身，伫丧礼中间啊，因先生连个看一眼都不看一眼，伊就知影讲两个已经即个心结已经透袂开啊。连续连续一个月等于拢无倒来厝，逐日拢去酒家啉啊水茫茫，拢去迄个餐饮店啉啊水茫茫，我才倒来。伊讲唉，要让落去解水。哦，今日哦，定定想要吐，定定想要吐。结果先生一个月后倒来，摕一张离婚协议书，讲你名签咧啦。咱两个都无可能去做伙啊嘛！我妈妈是因为迄日你吐了，伊足毋甘愿物件，收讲无爱大，装喙拄去计程车甲弄死。你要叫我安怎做生死人？你要叫我安怎？签名，其实心内嘛有数，签就签，签到一步，佮去地所咧吐。你有去看医生无？伊讲这你免管。甲你无关系，因为已经去看医生啊。伊讲伊已经怀孕，有新2个月啊，毋知会吐。真是听着敲电话同事讲啊，即马因太太是安怎？我讲你毋知哦，啊恭喜哦，恁太太有新仔呢，偌久啊？2、3个月有啊。啊，妈妈去食饭，伊咧吐是有新的啦，毋是虾米资料歹食啦。啊！你要怎？甲太太讲，太太是的啦，我真正无注意，我毋知你是有心的。啊，大概是误会，啊，你会当原谅我袂？啊，这离婚协议书哦，欠我啦。因太太讲毋免，摕去办。莫啦，你莫签名啦，嘛，你摕去办。因太太要入房间讲，咱两个已经离婚啊哈，你去困妈妈的房间，你困别离我也无要加做伙困啦。你放心，即个囡仔，我会怀胎10月，互出世，我家己家饲好大。甲你拢无关系，你免烦恼，你免负担任何物件。我真是讲莫安尼啦，我毋对啦，大拢误会啦，无误会啦，安尼就好啦。因先生去别位困，因太太看到因先生逐日拢去买玩具，好买囡仔的物件，足侪囡仔谣传，开始咧要准备囡仔的物件，连药纸也嘛买一堆。总是有注意到因先生的面吼，愈来愈黄。愈来愈瘦，那个半暝，有当时有听到声音在咧拍字，滴滴啵啵，抑搁在咧拍电脑，总是也无想哈，伊可能咧写情书啦。我基本上都离婚啊，伊也要去娶别人嘛，娶别人不要紧啦，搁在一直拍字，一直拍字，有一日，向阳到10个月，咱应该是9个月啦吼。到我有一日，我都足痛，哦，可能点要死，足痛，都记出来，看到伊先生哦，3比8撞入来，将伊挨呢，一直撞到病院，因病院在隔壁尔。病院到护士了，伊护士摕塞入病房的时阵，看到伊先生安怎倒落，伊先生倒落啊，伊伫病房，伊咧生囡仔。伊若生出来，你后伊问一句话：啊，阮先生咧？你毋知哦？以前你毋知哦？恁先生是着肝癌末期的呢。我拢想讲，恁先生活袂超过1个月呢。恁先生冻半冬呢？迄毋知啥物情形会当冻半冬呢？伊着肝癌哦，伊着肝癌末期的。我会使来看先生袂？讲你来进去看，恁先生可能即几日尔，看已经医生已经规个腹肚拢肿起来啊，拢灌水啊，即2日都会去啊。伊全部生出来即个囡仔，拖到伊先生的面前，甲囥咧。因先生目睭贴讲一句话：真是的，我误会你，足歹势。以后即个囡仔会拜托你。你会记甲讲一句：“爸爸爱你，爸爸非常爱他。”我即几日吼，我知影讲我住无久，我逐日吼拢从伊开始1岁要注意使，2岁要注意使，3岁要注意使，我即日已经写到50岁啊！你一岁摕互看，我袂当做老爸真正，总是我当做老爸为伊做地替伊买寡物件，替伊看物件，然后先生佫摕一张单出来。
这是伊开始出世时，我就甲他保险，互恁以后生活袂得到艰苦。你位亲爱兄弟，我现在要讲一个故事。信耶稣伫利用我，你是毋是真正是？因两个若真正有信耶稣，因今日会在互相计较，伊心中会充满上帝稳定伫因顶悬。圣经甲咱怎讲？阿某某彼此相听呢？圣经甲咱讲，毋若兄弟姊妹相听，阿某某特别爱相听的呢？因今日为着无相听，互相误会，互相赌气，为着一口气，这个家庭来破碎。伊的身体条件嘛，袂当得到医治。你要亲爱兄弟，咱来反省，真真正正用心地信耶稣，才当得到救，请大家来祈祷。望做恳求你帮咱照顾阮，互每一个人伫主你面前知，阮来互相相听。我每一个知拢互相无计较，用听做接做一伙，特别伫翁仔某中间彼此分享迄个相听。人拢无完全，信上帝得到阳光。主恳求你圣神叫阮三角地地，互阮伫喜乐、伫逆境、伫顺境，拢用喜乐的心，三角叫主你三角地地，安尼祈祷，用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就是请大家三角来吟诗，俄罗上应答上帝。信息第646首，信息第646首，咱唱第1节甲第2节，互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这时请大家准备心来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
请起立来迎奉献诗。请坐。这是我来报告进前，大家先来坐声来念本周台语经句2摆，记载你手报来的下底吼，咱斗阵来读吼。这个音乐就是百里。都以真的上帝，甲你所找的耶稣基督，搁一摆吼。这是因为就是百里，有你真的上帝，甲你所找的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第17章。再来看后主日，若是有侍奉者，请准备先。本周聚会动态，咱拜一。暗时7点半，咱有一个加瓦设计由黄德恩弟兄来为我们主理吼。搁有拜三暗时7点半，咱有幸福小组的分享咱即摆幸福小组因为德恩兄有甲阮指导啦，所以讲咱即摆咱教材拢做完备的。我顶礼拜嘛有来上课，那会嘛使体会到讲这教材内底，这8周内底的教材拢总丰富的，会使互未信者甲咱的信徒会使有足好，有足丰富的交流啦，会使让人家有很大的体会。所以说欢迎大家拜三7点半大概若是。会使，嘛是会使来斗阵来参加。再来看奉献报告请大家来看。若是有处理请向我本人还是会计来反映顶礼拜有2个有志的经验较大咱若是讲迄你红包仔攞袂记写名互写着有志的，会使来向我来反映。再来看消息报告的部分第一点，晋升奖学金为今日开始申请到2月20号若是有合乎资格的，会使请甲迄成绩单交予教育部的业长来确定来确认。咱要伫2月27号主日礼拜来颁发。第二点咱恭喜郑伟弟兄甲陈怡安姊妹要定伫4月初9拜6要来举行婚礼伊是2点15分伫台北浸信会仁爱堂来举行典礼，5点半要伫金色山脉美丽华店来举办婚宴。那欢迎大家踊跃参加。那要参加的兄弟姊妹请伫后壁公布栏来填写报名来方便因来统计人数。过来2月27号2月27號要召開定期的和會若是有代志無法度出來參加的來請你後壁公布欄來填寫請假安尼人數才會完全過來咱這禮拜有麗霞姐親友是李禮茂先生甲張麗慧小姐咱起立咱開歡迎小等
和平教会吼欢迎小等会使离小组会使大家来参加交流啦吼。OK。过来看集体交通到台岛的事项吼，咱有3点哦。第一是为着全球的疫情会使止线来甲台岛。第二为着教会福音推广甲关怀事工来台岛。第三吼为着李徐美娥甲李彦明还有李明宪因即几家的信用、健康、学业、徛居、工作等等的事项来替因来祈祷。即时请咱来三甲来吟诗，信诗第386首，信诗第386首。吟诗后，请林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运会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时时刻刻甲恁三甲之地，对即时起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麦倒闭会。这是咱来行平安礼，来向头前后壁兄弟姊妹来请安。平安礼以后，咱来继续来小组的分享。咱即阵开始来拜一啊，咱准备来小组吼。咱的小组吼，即马对开讲爱进步到早经啊。今仔日吼，因为咱的教长老、叶长老还未找到圣经节，咱今仔日先从这讨论，咱有一个讨论题目。咱来金句先读一遍，每一个小组先将金句读一遍，来了解金句的意思，然后咱来开始分享什么是永远话，安怎才会当得到永远话，怎么才得到永生？永生跟钱财是否有关系 ？Peter， 我今日无改点名呢，今日无改点名，还有吧？当然啦。哦，这个很大。